大家好，今日係3月22號星期六。今日標題係典型嘅水星逆行嘅市況，恒指咧驟升驟降。另一個副標題咧就係4月7號嘅2025年第二季港美股市講座。咁我就會同江恩大師黃柏忠先生咧拍檔咧係講呢一個講座嘅。咁一陣會同大家講下詳情。知咩叫水星人嘅朋友咧，可以參考下我2024年11月30號拍嘅呢條片《水星逆行日行至喺19054見底》呢一條片。咁我會講下咩叫水星逆行嘅原理。喺2023年8月24號咧，我就寫咗呢份專題報告《水星逆行求生手冊》嘅更新版，就俾付費嘅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參考。只要你訂呢一份報告咧，我就會咧俾翻呢一份專題報告大家參考噶啦。咁喺呢份報告裏邊咧，我提到水星逆行期間有啲咩常見嘅市況。首先，水星逆行期間咧，市場嘅波動性會大增啦，通常咧就會大上大落啦，可能係大跌或者大升嘅。咁短期嘅趨勢咧，維持唔到兩三日咧，就會突然間逆轉，然後咧又過多兩三日咧，又再逆轉翻，又升又跌咁，掌握唔到。技術嘅陷阱都無日無之，阻力同埋支持咧破完又掉翻頭，近嘅市況咧都好相似啦。呢個咧就係截至到3月21號收市嘅恒指嘅走勢圖啦。咁水星人幾時開始啊？就係3月15號，上個禮拜六開始嘅。咁上星期嘅分析都有提過啦。3月15號就係一個六星日，佢嘅轉向效應理論上就係3月14或者3月17號。不過上個禮拜條片我都提過啦，由於六星日嘅轉向效應可以係正負一個交易日噶嘛。咁由於禮拜五急升咗咧，咁所以咧3月13號個低位23198咧就有機會係提早咗一個交易日出現嘅轉向效應啦。由呢度開始嘅升勢咧，有機會去到下一個六星日。咁幾時係下一個六星日咧？其實咧就係3月20號嘅春分。咁同樣啦，係早咗一個交易日，3月19號，恒指喺24874咧係一粒十字星收市，跟住就掉頭回落。而喺3月19號呢一日咧，我就喺謝榮輝主場 Facebook page 嗰度咧，中午時間咧發表咗呢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恒指挑戰24847至25050呢個阻力區》。24847咩嚟㗎？其實咧就係21年2月嘅高位23118，至到22年10月嘅低位14597，成浸跌幅嘅0.618嘅反彈阻力位24847。咁同3月19號嘅實際頂部24874咧係非常之接近，而且收市價亦都係咧冇穿破到呢個阻力。咁翌日咧更加大幅下跌添。咁所以顯示咧呢度係有一定嘅阻力嘅。頭先嘅分析都提過啦，水星期間通常市況點啊？驟升驟降，可能突然間升兩三日破下頂，跟住就唔去啦。我睇翻嘅市況，亦都係啦。呢一日陰燭十字星，好似反彈完咁，點知咧第二日咧就向上突破翻上去，升咗595點，而且穿破埋咧之前嗰個頂24669。咁諗住升勢延續落去啦，去到第二日咧就已經見頂啦。跟住諗住唔補翻個上升裂口咧，就會維持升勢咧。點知咧一支大陰燭下跌咗551點，完全補晒呢個上升裂口，顯示咧個上升動力減弱啦。咁跟住咧就第二日咧，即係禮拜五嗰日咧，就進一步再跌多530點咯。即係連續兩個交易日咧，已經跌咗接近1100點啦，都好誇張。升咁多咧，跌翻咁多，即係等於冇升過啦，水星人開始嘅幾個交易日啫，已經咧係大升大跌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都有講到啦，矛盾嘅消息啊特別多噶嘛，技術陷阱啊等等呢啲，破完頂咧又唔去。咁恒指呢度就好明顯係破完頂唔去啦，破咗前頂少少咁快又跌翻落嚟。喺恒指破頂當日咧，
科技指數咧係冇跟隨破頂嘅。呢日科指最高見過6105，跟住第二日再破唔到頂，但係恒指係創新高嘅。但係你都睇到啦，3月18號呢個頂好明顯係低過3月7號嗰個頂嘅6195，咁恒指咧就明顯穿破咗啦。即係一個破頂，一個冇破頂，我哋叫呢種咧，我哋叫跨市場嘅頂背馳，係一個利淡信號嚟嘅。如果一旦升勢減弱咧，就通常咧就兩個一齊咧下跌。咁去到禮拜四，大家就知呢個信號咧就產生咗利淡嘅作用啦，連續2日急跌。我哋睇下恒指嘅技術信號啦。經過禮拜四嘅下跌之後咧，其實14天嘅相對強弱指數 RSI 咧已經呈現咗好明顯嘅三頂背馳，一個頂、兩個頂、三個頂嚇，每個都係一個高於一個，但係咧 RSI 一個頂、兩個頂、三個頂都係一個低過一個，即使咧呈現一個好明顯嘅三頂背馳嚇。之前呢一個細嘅三頂背馳咧，但係今次係一個大啲、明顯啲嘅三頂背馳啦。跟住再加埋大陰燭，更加重要咧就係禮拜五收市價係23689，已經低過咧20天平均線嘅支持237孖5。大家都睇到啦，自從喺18600展開升浪以嚟咧，每次嘅調整咧都係喺20天平均線嗰度獲得支持，跟住就掉頭破頂。但係今次咧係第一次咧收市低過20天平均線。咁嘅利淡信號咧都係頗為明顯嘅，咁所以咧後市似乎咧會傾向下市支持啦。咁第一級支持當然就係之前個底咧23198，然後就係保利加通道下線，而家大概喺22,700附近啦。咁如果想參考呢份水星逆行求生手冊咧，咁自然成為恒指路線圖嘅訂戶就可以啦。咁訂呢份報告咧，除咗可以有水星人求生手冊之外咧，亦都會可以參考我今個月同下月嘅升力，同埋由此衍生嘅恒指中期、短期嘅路線圖，好平嘅啫，500蚊已經可以訂到8期，3000蚊咧更加每期嘅期數啦可以平好多。咁有興趣訂閱咧，俾個電郵我啦，榮輝217@gmail.com，提供翻個人嘅全名同埋可以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俾我，咁我就會用9124字頭嘅電話咧 WhatsApp 回覆翻你點樣去訂噶啦。今次嘅水星人周期咧係幾時開始啊？頭先講過咧，係3月15號禮拜六開始嘅，而結束嘅日期咧將係4月7號禮拜一。而4月7號咧有啲重要事發生喎，除咗係水星逆行周期結束嗰日咧，亦都係咧，我會同居因理論大師黃柏忠先生搞呢一個講座嘅日子啦，就係4月7號星期日嗰日。咁有啲咩主要嘅內容啊？阿黃 Sir 咧就會同大家講下2025年第二季嘅前瞻，特朗普削減貿赤同埋財赤之下咧，金股匯債係會點走咧？美股會唔會最後熊市啊？而我咧就會同大家展望下恒指喺第二季嘅走勢啦。如果睇上嘅話，有咩上望目標；如果睇淡，有咩下望目標啦。咁另外會同大家分析下兩隻大股啦，騰訊同埋阿里巴巴，同埋一啲可能有潛力嘅股份俾大家去參考嘅。咁精彩嘅內容當然唔好錯過啦。4月7號禮拜一舉行嘅時間咧會係晚上嘅7點至9點，即係2個鐘啦。形式方面咧，我哋會用 Zoom 嘅，咁大家咧只要有手機啊、有電腦咧就可以參與啦。即使嗰日唔得閒睇即時嘅 Zoom 咧，都可以咧睇翻之後我哋俾翻你嘅錄影重溫，有效期長達1個月噶，咁可以慢慢喺屋企睇啦。價錢方面咧係1000蚊同埋700蚊嘅，700蚊咧就係我恒指路線圖嘅現有訂戶嘅優惠價。咁另外咧，就有早鳥優惠價，大家只要喺3月31號或者之前報名咧，就可以用優惠價啦。非訂戶就800蚊啦。如果係我恒指路線圖嘅現有訂戶咧，更加只需要500蚊就可以啦。咁報名方法同頭先訂嗰份報告一樣嘅，俾個 email 我啦。如果你係我恒指路線圖嘅訂戶，無論係新訂戶、舊訂戶都好咧，可以直接聯絡我咧去報名。咁最划算嘅策略係咩啊？咁當然係先成為我訂戶啦，用500蚊成為8期報告嘅訂戶，然後再加多500蚊咧，就可以參加講座啦。咁當然呢個係早鳥優惠價啦。咁總共咧只需要1000蚊啦，
就又可以參加講座，亦都可以咧有8期嘅報告去參考。如果你唔係訂戶，就咁去報名咧，即使做了優惠價咧，都要800蚊，咁比1000蚊咧只係相差200蚊啫。咁大家可以考慮下啦。咁快啲俾個電郵我啦，榮輝217@gmail.com。好，咁希望喺4月7號見到大家啦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分享下其他市況。拜拜。